血夜鎮魂曲第8章阿拉斯托爾的獵人。艾斯特的血液仿佛化為熔岩，在血管中沸騰奔流。綠色血清的能量在他體內肆虐，骨刺從肩胛骨破體而出，化為一對細小的蒼白刺翼，膜狀組織上閃爍着詭異的綠光。他的視野被血紅籠罩，卻能清晰捕捉到血使者每一個細微的動作。那雙褐色瞳孔中仿佛在嘲笑他的無能為力。血使者緩緩抬起一隻手，黑色西服下的肌肉如鋼鐵般鼓脹。他低沉的聲音在隧道中迴響，帶着一種非人的威壓。為了斯圖列特家族迎來永恆的統治，必須把你徹底毀滅。他的手指輕彈，一道黑色旋風化為無數尖銳的利刃，朝艾斯特席捲而來。艾斯特本能地舉起銀劍，劍鋒與旋風碰撞，火花四濺。他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在綠色血清的作用下暴漲，每一擊都帶着毀滅性的力量，但血使者的速度與力量遠超他的預期。他的狹小翅亦微微顫動，幫助他在空中翻轉，勉強躲過一記撕裂地面的重拳。艾斯特退後，法蘭克從牆邊掙扎爬起，手中握住最後一枚磁步手榴彈。他猛地將手榴彈甩向血使者，電流炸裂，隧道內閃起刺眼的藍光。但血使者僅僅抬手一揮，電流便被一股無形的力量吞噬，仿佛從未存在。盧卡斯退到隧道邊緣，手中符文匕首散發出微弱的紅光。他低聲咒罵，目光在艾斯特與血使者之間游移，沉吟道：該死，斯圖列特居然放出了這怪物！艾斯特，你必須完成改造。就在這時，隧道入口突然傳來一陣急速的腳步聲，伴隨着金屬碰撞的清脆響聲。一對身影從黑暗中衝出，5名身着黑色戰術裝備的戰士，手持銀色十字弓與刻滿符文的銀白長劍。他們的胸口佩戴着一個熟悉的標誌，一枚燃燒的太陽，中央盤繞着一條惡龍。阿拉斯托爾的獵人，法蘭克驚呼，眼中閃過一絲希望。領頭的獵人是一個身材高挑的女子，短髮染成銀灰色，左臂上纏繞着一條機械義肢，義肢表面刻滿古老符文。他冷冷地掃視全場，目光最終鎖定在血使者身上。領頭的獵人女子身姿挺拔，宛如一柄翠麗的利刃，散發着無形的壓迫感。她的銀灰色短髮在微光中閃爍，髮梢凌厲地拂過高聳的顴骨，勾勒出一張冷峻而精緻的面容。他的雙眼猶如寒潭，深邃且銳利，瞳孔中仿佛藏着無數未數的戰爭。注視血使者時，目光如刀鋒般切割空氣，帶着毫不掩飾的殺意。他的黑色戰術裝備貼合身形，勾勒出修長而充滿力量的線條，腰間懸掛着數枚閃爍微光的符文匕首，隨他的步伐輕輕碰撞，發出清脆的金屬聲。左臂的機械義肢更為引人注目，暗金色的金屬表面流轉着幽幽光芒，義肢上雕刻的古老符文仿佛脈動般閃爍，隱隱散發出魔力波動。義肢的手指靈活而精確，握住銀白長劍時，指節間傳來細微的機械運轉聲，卻絲毫不影響他動作的流暢與致命。他的胸前那枚燃燒太陽與惡龍的徽章在黑暗中熠熠生輝，仿佛承載着某種神聖的使命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揚，露出一抹冷酷的笑意，卻不帶絲毫溫度。低沉的嗓音從喉間響起，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：吸血鬼，你的末日到了。
他一步踏前，全身氣勢與狂風驟起，戰場的空氣仿佛因他而凝固，連黑暗都為之退避。斯圖列特的走狗，滾回你的地獄去！他低吼，手中長劍猛地擲出，劍尖燃起熾烈的白焰，直刺血使者的胸口。血使者側身閃避，劍尖擦過他的西服，撕裂出一道焦黑的痕跡。他發出一聲低吼，黑色旋風從他身周爆發，將隧道牆壁撕出無數裂痕。獵人們迅速散開，十字弓射出銀色箭矢，每一支箭頭都蘸着某種發光的液體，在空中畫出致命的弧線。艾斯特趁亂後退，翅翼微微扇動，將他帶離戰場中心。他的左眼在劇痛、血清的影響，讓他的意識時而清晰，時而陷入混亂。他聽見腦海中的低語愈發強烈，鑰匙已啟，牢籠將破。盧卡斯試圖趁亂靠近艾斯特，手中的符文匕首閃爍着危險的光芒。艾斯特，你必須聽我。他的話音戛然而止。一支銀色箭矢從他背後穿透，箭頭從他的胸口突出，鮮血瞬間染紅了他的襯衫。不，艾斯特轉身，看見盧卡斯踉蹌跪地，眼中閃過一絲不可置信。那個知道父母親秘密的男人，在此刻決不可能死。盧卡斯試圖掙扎爬起，但另一支箭矢精準地射穿他的頸部。血使者趁機發出一聲咆哮，黑色旋風迅速吹近，將盧卡斯的頭顱直接撕裂，鮮血與符文匕首一同滾落在地。盧卡斯·艾斯特大喊，那個唯一知道他父母秘密的人已然消逝。在難以置信中，艾斯特卻被銀髮女獵人一把抓住手臂。別管他，他是吸血鬼的叛徒。女獵人聲音冷厲，機械意志發出低鳴，將艾斯特強行拉向隧道出口。你是血月計劃的鑰匙，我們不能讓你落入他們手中。法蘭克踉蹌跟上，手中緊握着手槍，臉上滿是血污，低聲道：艾斯特，聽他的，我們得活下去。被其餘4名阿拉斯托爾的獵人圍攻的血使者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吼，黑色旋風化為一張巨網，試圖將所有人籠罩。獵人們迅速組成防禦陣營，銀色長劍與十字弓同時發動，白色火焰與銀光交織，勉強抵擋住血使者的攻勢。女獵人從腰間掏出一枚刻有太陽符文的圓盤，猛地摔向地面。一陣刺眼的光芒爆發，隧道瞬間被白焰吞沒，血使者的身影在火焰中扭曲，發出痛苦的嘶吼。走！女獵人低吼，帶領眾人衝出隧道。艾斯特的翅亦在奔跑中微微扇動，幫助他保持平衡，但血清的副作用讓他的意識開始模糊。他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正在分裂，一半是人類的意志，一半是某種未知的野性。他們衝出隧道，來到一條廢棄的地鐵站台。月光從破損的天花板灑下，血月的紅光將站台染成一片詭異的猩紅。女獵人轉身，目光如刀般掃過艾斯特，道：你體內的血清是阿拉斯托爾的禁忌技術。他冷冷說道：你母親試圖用它終結吸血鬼的詛咒，但斯圖列特的叛徒扭曲了他的用途。你現在是他們的目標，同時也是我們的希望。艾斯特緊握手中銀劍，腦海中母親的低語與血使者的咆哮交織。那盧卡斯，他真的是吸血鬼的叛徒。
女獵人點頭，眼中閃過一絲悲哀，道：她身為吸血鬼，多年前藉口倒戈斯圖列特家族，騙取我們信任，加入阿拉斯托爾。我們相信他的目的是利用阿拉斯托爾的資源與技術，以及你父母的血清研究，去達成他自身的某種目的。他的血清並非救贖，而是控制你的工具。法蘭克喘着粗氣，指着艾斯特背部那雙破體而出的白色小翅翼，插話道：那我們現在怎麼辦？艾斯特正在變成某種可怕的東西。女獵人轉向艾斯特，機械義肢發出一聲輕響，低聲道：我們會帶你去阿拉斯托爾的秘密據點，那裡有你父母留下的最後數據。你必須決定，艾斯特，是成為終結詛咒的鑰匙，還是淪為斯圖列特家族的牢籠？艾斯特一怔，遠處血月的光芒越來越暗淡，隧道深處傳來血使者的低哮，仿佛在召喚更多的怪物。艾斯特的左眼閃過一抹金光，細小翅翼微微顫動。他低頭抓住衣服下的項鏈，感到那個鹹尾蛇的圖案仿佛在月光下緩緩游動。我會找到答案，他低語，聲音中帶着一絲決然。即使要撕開血月，也在所不惜。第9章待續。